音樂通天地，兒歌一起唱。開心 Purple 音樂通兒歌不停為你送，冇錯，我就係李子欣 Purple 啦。嗱，自從主持音樂看世界之後咧，我帶各位小朋友咧用音樂咧環遊世界各地，等佢哋可以認識多一啲唔同地方嘅音樂文化。咁由呢一個環節開始咧，我將會帶小朋友咧嚟到香港呢一度，同各位小朋友一齊咧就穿梭同埋一齊暢遊呢一個嘅香港嘅兒歌嘅音樂世界。Purple 姐姐，仲有我啊！你點可以留低我㗎？咦，C4 Cat？係啊 ，Purple 姐姐，我最中意就係聽兒歌㗎啦。我仲知道咧，你會教我一啲音樂嘅常識，所以咪跟住嚟咯。哦，既然你又咁中意聽兒歌，又咁中意音樂，不如咁啦，同我一齊主持呢一個嘅環節啦。不過話說話啦，你點知我會喺呢一度㗎？全靠佢咯，我有魔法水晶球，就會知道你喺邊㗎啦。哇，咁犀利嘅魔法水晶球你都有啊！嗱，咁你講到魔法水晶球咧，我諗起一個人物啊，呢位朋友咧就叫做 Auntie 烏卒卒啊。Auntie 烏卒卒，冇錯啦，就喺閃電傳真機嘅兒童節目裏邊咧，就有一個嘅節目咧就叫做烏卒卒嘅喎，主要咧就係教各位小朋友咧就係認識一啲嘅英文啦。咁而 Auntie 烏卒卒咧就係裏邊嘅主角嚟嘅，佢有一個魔法水晶球同你一樣㗎，成日都會利用佢咧變出好多嘅魔法，非常之厲害㗎。另外咧，佢仲有一位嘅拍檔咧就叫做蒙查查喎，兩位朋友咧成日都會發生好多趣事，好得意㗎。嗱咁啊，講俾大家聽下先啦。嗱，Auntie 烏卒卒咧就由大家非常之熟悉嘅譚玉英嘅姐姐咧就係飾演嘅，而蒙查查咧就係由麥包哥哥飾演㗎。咁 Auntie 烏卒卒係咪好叻㗎？叻唔叻咧我就唔知，不過咧我就知道咧佢哋兩個咧成日都將啲英文搞錯晒，成日有好多烏龍嘅事發生㗎。除此之外咧，呢個節目咧仲有一首主題曲嘅喎，同樣你叫做烏卒卒嘅喎。咁 Purple 姐姐啊，你快啲唱俾我聽啦，好心急啊！好啦，不如咁啦，我哋數3聲，我哋一齊唱下呢一首烏卒卒俾大家聽先啦。準備1、2、3。烏卒卒，好似一隻黑色相。烏卒卒，隨時施法術，人人也叫他烏卒卒，一切烏龍把戲都使出。烏卒卒，將哭聲變做旋律，糊塗就如念吧烏龍他正吧，噼里啪啦吧口中多笑話，嘰哩嘰哩喳叫天要做茶，鬼佬都怕他，多夢話Lisa 講錯咗 Lisa， 夢查查將英文變做傻話。哇！呢首歌好好聽啊！其實咧，我相信呢一首歌咧，對於一啲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或者咧未必係好熟悉。不過咧，呢一首絕對係一首經典嘅兒歌嚟㗎。嗱，烏卒卒咧就係由陳松伶姐姐主唱啦，顧嘉輝先生作曲，鄭國江先生填詞，亦都榮獲咧1992年嘅兒歌金曲頒獎典禮嘅10大兒歌金曲之一㗎。Purple姐姐，咦，有小朋友嚟咗呢度喎，你哋叫咩名啊？我叫莫子清，我叫莫愛謙。哇，相當之醒目啊嚇！嚟到呢度梗係想點唱㗎啦，想點唱俾邊一個聽先？我想點唱俾爹哋媽咪、校長同我老師同埋 Purple姐姐嚟。多謝你先，咁仲有你咧？我想點唱俾爹哋媽咪、嫲嫲、班主任、校長同埋各位同學。哇，好多朋友你哋都想點唱喎！嗱咁啊，一場嚟到底你想點唱乜嘢歌先？我哋想點唱音樂看世界。咁齊嘅你哋，好啦，不如咁啦，即刻送俾大家啦，嚟咯噃！讓我看看看，讓我闖闖闖，讓音樂看世界知識得到更多。讓我看看看，讓我闖闖闖，讓音樂看世界，音樂看世界，音樂看世界的好風光。好開心啊，可以即場點唱。各位小朋友，你哋都想唔想親身嚟到呢度作一個即場點唱，由我唱出你哋嘅心水兒歌呢？如果想嘅話，非常之簡單嘅啫，只需要填妥 TVB 周刊嘅表格寄翻嚟就得噶啦。又或者可以電入下呢一個嘅網址，咁我一定咧就會唱出你哋嘅心水兒歌噶啦。
Pebble 姐姐啊，我好心急想知道咧，你下次會帶啲乜嘢兒歌俾大家啊？咁如果想知道嘅話咧，就一定要繼續留意我哋嘅節目啦，因為開心 Pebble 音樂通，兒歌不停為你送。